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信用卡盗刷事件。在聊信用卡盗刷之前，我们先聊个热点话题。前两天咱们这个节目也说了，山东临沂的一个农妇，她丈夫被别人打伤了，脑袋用那个铁锤锤破了，轻伤2级。结果法院判决赔医药费2万5。该农妇她不服，跑到法院去跟法官产生争执，就辱骂法官。结果这个农妇就喜提罚款10万，拘留半个月。这个节目咱们说了，自己老公脑袋被人锤破，轻伤2级，也只赔2万5。结果她就因为跟人家辱骂法官，你别管他怎么辱骂到什么程度，那毕竟只是动嘴没有动手，结果罚款10万，这让人感觉叫同命不同价。这个妥妥的双标，好大的官威！这个事情在网上引起热议。今天我看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农妇辱骂法官被罚10万，已撤销罚款。9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从农妇辱骂法官被罚10万元事件当事人杨某花处获悉，山东临沂经开区法院已撤销对其作出的罚款决定。决定书中称，经审查，该罚款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决定撤销该罚款决定。这个杨某花称，10万元罚款连同产生的利息都已经原路返回。这个9月18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周副院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临沂成立了工作专班，中院也已责成临沂经开区法院尽快调查处理。我们中院的态度是有错必纠，绝不讳疾忌医。为了处理好此事，我们还请示了省高院。山东省高院新闻发言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高院已经关注到此事，一定会依法处理。9月19日，临沂经开区法院发布通报称，该院已向当事人诚恳道歉，同时将继续深入调查，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记得我的节目结尾说了，希望临沂市中院甚至山东省高院有错必纠，勇敢的纠正这个错误。这个山东的高院、临沂中院果然行动还迅速，马上就撤销这个处罚。怎么说？这至少说明山东高院、临沂中院那还有羞耻之心，没有推诿，没有找借口，立马认错。光退回这10万元罚款和利息实际上是不够的，必须有所惩戒。这是明显的双标，这明显的是制造干部和群众，这个群众和这个法院之间的矛盾，这是激化矛盾的做法，应该严惩不贷。人民法院是为人民，人民法院怎么能还能欺诈欺压人民？仅仅因为人家说几句，对吧？批评几句，或者是骂几句，你就罚人家10万，把脑袋锤破了，打成轻伤2级，才医疗费才2万5。有网友就说了，这个人拆成零件还挺贵，合到一起就不值钱了。不管怎么说，山东高院、临沂中院算是迈出了一步，那接下来就要给责任人、当事人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引以为戒啊！这是山东农妇因为跟法官产生口角被罚10万元的事情。接下来咱们说盗刷信用卡的事情，因为最近关于盗刷信用卡也上了热搜。首先是零星的一些盗刷，你比如说经常有用户反映自己的信用卡被盗刷了。你比如说前不久江苏省的夏女士在日本旅游期间接到银行电话，要求确认一笔刷卡交易，得知自己的信用卡被盗刷后，夏女士立即挂失，并要求银行拒付。但在这之前，已经有一笔金额为61万9200日元的交易显示成功，夏女士为此被划扣了人民币2万9000多元。因与发卡银行协商未果，夏女士起诉至法院。经审理，法院认为银行虽已发送短信提醒，但夏女士因未及时查看，未能阻止交易，同时银行亦未充分告知境外仅需签名等消费规则。最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由夏女士承担20%责任，银行承担80%责任。大家看视频。夏女士在某银行钟楼支行办理了一张凭密码交易的双币信用卡，
2024年10月30日，夏女士在日本旅游期间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要求确认一笔刷卡交易是否本人交易。这时候，夏女士才发现自己的信用卡被盗了。夏女士马上告知银行卡被盗了，要求拒付并立即挂失。但在这之前，已经有一笔金额为619200日元的交易显示成功，夏女士为此被划扣了人民币29000多元。夏女士很生气，要求银行承担损失。然而双方并没有谈拢，夏女士只能诉至法院。本案的关键是第一笔交易成交前，银行按约定向夏女士发送过短信确认信息，夏女士在2小时内是可以阻止这笔交易的，但夏女士并没有看到信息。另外，每个国家信用卡消费的规则并不一致。在日本，信用卡消费不像国内要求输入密码，他们只要求签名即可。而夏女士在信用卡开卡时，并未就所有的细节来进行一一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发生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信用卡持卡人基于信用卡合同法律关系，请求发卡行返还扣划的透支款本息、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持卡人对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身份识别信息、交易验证信息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具有过错，发卡行主张持卡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也应予支持。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对于这部分损失，夏女士承担20%的责任，银行承担80%的责任。零距离记者为您报道。我觉得这个法院有和稀泥的成分，像这种信用卡被盗刷，就应该由银行承担责任。尤其像这种境外，尤其像这种不用输密码的，就签个名字的，有的还不用签名，也不用输密码，输银行信用卡卡号后面几位数，这些都应该由银行来负责。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财新网他昨天刊登一篇文章，说的就是信用卡在境外被盗刷，这个盗刷可不是一个人2个人，而是成批的信用卡被盗刷，而且这个事发信用卡发卡行就是浦发银行。信用卡被盗刷，居然还要用户还承担20%责任，你这是找谁说理去？在这里面，如果你还在用信用卡，你还舍不得把你的信用卡注销掉，那你一定要记住了，有的人他信用卡设了余额提醒、交易提醒，你一刷或者别人一刷，就有短信发到你手机上。如果你发现你人在家中做，信用卡有人在替你用，在刷卡，这个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急着去打电话，什么找客服、找银行、报警。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赶紧用那信用卡，在你当地小店或者什么地方消费一笔，把它记录保存下来，证明是你自己在那消费，最好有摄像，全程记录。这么干是为什么？这么干是为了证明这个信用卡在你自己手上，因为你信用卡盗刷发生这个事之后，你要告银行，银行一般的都会说你那个卡是你自己保管不慎，你把卡丢了，卡被坏人拿了，刷了，签字，模仿你的签字或者怎么着的，人家就刷了，责任在你，是你没有管好。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因为现在盗刷信用卡很多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卡，所以你看财新网就给你揭示了什么叫盗刷信用卡。所以你这么做取证，因为咱们一直说民事纠纷就是看证据，谁证据足谁就能赢。你如果没有证据，那你的卡被人刷了，银行提出证据对他有利，那银行就不负责，责任都是你负，你说你冤不冤？所以你要取证，第一时间你要证明那个卡在你手上，你还消费了。这个财新网报道，他说近日有多位网友的浦发银行万事达无价世界信用卡遭遇在境外被盗刷的情况，不是一个人，是一批，非常多。从这些持卡人披露的信息看，在卡未离身的情况下，你看你怎么样证明卡没有离身，卡在你身上？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第一时间去拿着卡去消费取证，在卡未离身的情况下，突然收到在巴西有多笔境外消费记录，单笔金额从数千到数万元不等，时间集中于9月9日至11日凌晨时间。你看时间还集中，2025年9月13日凌晨，
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发布公告称，近期监测到部分我行万事达无价世界卡发生未经授权的交易。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与万事达卡组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发现并阻断风险。针对本次情况，浦发信用卡中心主动回应客户关切，避免客户承担不应由其承担的损失，全力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你说这个信用卡在你手上成了个累赘。万事达卡及万事网联亦发布公告称，近期在中国境内监测到部分未经授权的交易，已与发卡银行一起及时启动了应急调查，成立专项小组追溯风险源，阻断潜在风险，并共同推进相关持卡人的资金保障流程，避免持卡人承担不应由其承担的损失。你看看，人在家中坐，巴西有人替你花钱。浦发万事达卡无价世界卡是浦发银行与万事达卡组织的子公司万事网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推出高端信用卡产品，主要面向境外消费市场，提供丰富的消费返现和高端服务权益。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有关人士告诉财经网，我们不会让客户承担损失，现在也和万事达卡一起排查原因，持卡人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持卡人受损，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保证持卡人资金安全。所有受影响的持卡人都沟通到位，并且屏障了。万事达卡有关人士告诉财新，风险点已经确认封堵了，堵住，但原因正在查。盗刷地点发生在巴西，说可能巴西的商户风控比较薄弱。问题是用户为什么要办个卡呢？你办个信用卡自己不刷，有人替你刷，这个难道跟银行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也就是用户的信息是怎么泄露的？这些卡号、卡、持卡人等等这些东西是怎么泄露到不法分子身上的？难道跟银行没关系吗？一位清算机构人士告诉财新，对于类似的这种盗刷，持卡人不必担心。根据银行卡发卡业务规则、收卡收单业务规则，对于盗刷的处理模式都是第一时间由信用卡中心先赔付持卡人，后续信用卡中心再找收单的支付机构和商户进行索赔。你看这个就胡说八道了。这刚才这个视频已经放了，明明是盗刷，持卡人还负20%的责任，对吧？江苏的夏女士啊，在日本卡被人盗刷了，她负了20%的损失。这个清算机构人士告诉财新，对于类似这种盗刷，持卡人不必担心。根据银行卡发卡业务规则、收单业务规则，对于盗刷的处理模式都是第一时间由信用卡中心先赔付持卡人。这个不能信，你看法院判决你才信。说这次浦发万事达卡无价世界卡的集中盗刷是如何发生的？前述万事达卡人士亦向财新坦诚，这次境外盗刷行为比较集中，属于近年较大规模创库行为。我告诉你吧，这次因为受害的人多，比较集中，所以银行才没法抵赖。如果说就你一个人被盗刷，对不起，你就认倒霉吧，因为这次影响的人太多啊，大家都打电话投诉啊。所谓的撞库指黑客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用户信息后实施的盗刷行为。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脱库攻击窃取网站用户数据库，获取大量银行卡账号、密码信息。其次，利用非法撞库软件批量测试这些信息是否匹配银行系统，一旦验证成功，通过伪造交易指令或钓鱼链接盗刷资金。撞库适用于所有网络客户端的账号密码盗取，包括盗取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账户密码。这个我理解上就有点类似于过去的那种叫密码暴力破解。那现在为什么客户端很多账号密码越设越复杂，既要有字母，而且还大小写，还得有符号，还得有阿拉伯数字。如果你光是一串数字那不行，那密码等级太低。是不是很多客户端很多账户设密码越来越复杂？因为它有的软件它就设计这种叫什么暴力破解，
暴力破解。如果你仅仅是数字，它就是6位数字，它就挨个试，这叫暴力破解。加以时间，它肯定能试出来。当然，现在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据一位卡组织人士介绍，银行卡盗刷的撞库行为比较常见，多家银行都曾发生。比如，持卡人收到短信，说在某地的一笔交易被拒，交易失败，这就说明有犯罪分子在撞库。所以，你要是你持着信用卡，收到一条短信说交易失败，你这个时候赶紧去超市，对吧？买一瓶水刷卡。你如果不取这些证，到时候真的被人盗刷了10万8万的，你银行可不管，都是让你赔。你说对吧？这是撞库行为，那法院说，那你提出证据，你怎么证明这是撞库？什么叫撞库？谁主张谁举证。你说你作为一个消费卡用户，你能举这样的证据吗？此次盗刷为何发生在浦发银行？据业内资深人士分析，黑客对大银行的攻击成本比较高，中型银行客户相对少，所以黑客会偏向选择中型银行进行撞库。那这个说法也比较牵强。那你小型银行那不是客户更少吗？那为什么不攻击小型银行呢？对吧？那村镇银行、城商行为什么攻击浦发银行呢？如果说因为浦发银行是12家股份制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这个6大行，好，攻击他们成本高。那你攻击江苏银行、北京银行这些城商行不行吗？他们没有信用卡是吗？所以你看他这个解释非常牵强。据前述清算机构人士表示，浦发银行的万事网联发发行量并不多，但是据我们内部研判，清算机构对接各家银行都有前置系统，而且前置系统并不止一个，可能系统设置上有一些薄弱点被黑客攻破了，但目前来看还很难判断出这个系统漏洞是发生在万事达卡还是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理论上2家都有可能。财新致电问询浦发银行信用卡部人士，对于系统是否出现漏洞，对方称还在排查原因，目前无法回应这种猜测。据前述清算机构人士介绍，黑客之所以能够通过撞库在境外盗刷成功，原因是在境外线上交易过程中，一些国家在网络支付方面风控比较落后，并没有像中国这么发达的电子支付或移动支付机制的和基础设施。比如巴西某个电商在支付货款的电子支付过程中，往往会采用输入最原始线上支付方式，即用信用卡背后的3位 CVV 码，输入CVV 码后就可以直接支付了。大家还记得吧？你的信用卡后面一般的是留了一个3位的 CVV 码，有时候刷卡消费的时候，他让你输3位 CVV 码，不是发短信给你，你输短信发的那个密码，也不是输你预设的密码。据前述人士介绍，在中国本世纪初常见这种支付方式。2010年之后，随着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网络支付最常见方式已演变为短信验证码加密码，大额支付还会结合人脸识别来验证。但是在某些国家，电商的网络支付还做不到手机短信验证码进行验证，所以会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个漏洞，在拿到持卡人卡号和卡背后3位的 CVV 码之后，利用部分外卡，特别是一些大额交易的外卡信用卡，通过撞库来盗刷。这也说明当地收单机构和商户的风控做得不到位。但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前提条件是这些不法分子、这些黑客要先拿到持卡人卡号和他卡背后的3位 CVV 码。那这个黑客和不法分子是怎么拿到的？问题在这儿，也就是这些信用卡的用户他的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你光说人家第三方那个国家当地收单机构、商户风控做得不到位，是谁把用户的信息泄露出去的？你不说这是根源，这是本质。你这信息不泄露，人家想盗刷、想撞库都撞不了。此次较大规模的集中盗刷现象为近年来少见，凸显支付行业的风控挑战。9月16日，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第14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强调，当前支付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威胁趋日增加，受技术冲击影响，支付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跨境支付风险日益显现，全球支付网络互联互通加速，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扩大，频率加快，同时也为跨境洗钱、恐怖融资等风险提供可乘之机。前述信用卡资深人士指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可使用大数据风控技术多维度认证用户身份，比如定位信息、设备指纹、行为规律等，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建立分层次多维度身份识别体系，从而精准的实现客户身份识别和认证。万事达卡及万事网联还在公告中提醒广大持卡人，定期通过发卡行 APP 短信通知或账单核对交易，尽快开通每笔交易实时提醒，线下用卡不脱离视线，线上交易保护卡号及验证码安全。若发现未经授权交易，也可立即拨打发卡行客服核实情况，冻结账户。你看，这是财新网报道的浦发银行发生这种大面积的这种盗刷行为。刚才说了，所幸是大面积的，涉及的人非常多，所以银行没办法得自己认。如果这个盗刷就你一个人，你想一想，那就说你倒霉，你就染上事了。你打官司，你还得找证据，你还得请律师。前不久咱们还介绍了中国的信用卡业务在萎缩，无论是发卡量、这个信用卡持有的人、持有规模，还加上这个信用卡的使用都在萎缩，而且这个信用卡的坏账也在增加，很多人不要了。信用卡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它是有原因的。你看看浦发银行信用卡盗刷，前面咱们视频也说了，江苏的那个女士在日本信用卡盗刷，她自己还得掏钱。那你说为什么还要信用卡？所以说，虽然这个信用卡的发卡部门提醒广大持卡人，什么又是要关心这个实时提醒、账单核对、线上交易保护、验证码安全等等，确保自己的卡没有被盗刷。那为什么不把信用卡注销掉？你一张信用卡都没有，他怎么盗刷？这信用卡对你也没用，何必要个累赘？你又不用它，完了这个它还有被盗刷的可能，说不定你还得去每年还交什么各种费。所以说，本来你是扎根管子在身上，琢磨着他给你输点血的。办信用卡的人都是这样，这个银行都是忽悠你、说服你，让我在你身上插根管子，万一你缺血呢，我给你输血。不就这意思吗？所以你就让我插一个，每给你办一张信用卡，实际上就在你身上插了一根管子。理由，万一你缺血，我给你输血。有很多人就挺好，结果你缺血的时候他输不了血，平常没事在你那偷点血。所以你要想，你为什么非要让他插这根管子，把这管子拔掉？所以说，为了防止信用卡盗刷，为了防止你不明不白的交什么年费，把所有的信用卡都注销掉，对吧？立马抄起电话。财新网采访的这些信用卡的资深人士，对吧？说1000道1万，责任都是商户没有风险意识，都是别的国家电商支付的风险高，但是他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个本质，就是这些信用卡用户的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那还不是你发卡行，不光我们的信用卡信息被人出卖，我们所有的信息，对吧？包括你的物流、快递、电话，甚至你的工作单位，这些信息都不知道被谁卖给了不法分子。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能够接到电话？那诈骗分子比我们自己还了解自己，他能清晰的说出你买了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买的。所以电诈这么猖獗，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信息被泄露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